路加福音灵修默想，好业的领导者来见耶稣。路加福音第18章18节到30节。路加福音18章18节，有一个犹太人的领导者来问耶稣讲：好的老师，我着做啥物才会当承受永远的活命？耶稣甲伊讲：你若会讲我是好，上帝以外无一个是好。这个诫命你拢捌。毋通奸淫，毋通害死人，毋通偷窃，毋通做伪证，着孝敬父母。迄个人讲：这个诫命我对细汉就一直有在遵守。耶稣听到这个话，就甲伊讲：你还欠一项，去卖所有的，得到的钱，拢分予善车人，你伫天顶就有财宝。然后来缀我。迄个人一个听到这个话，真伤心，因为伊非常好业。耶稣看迄个人就讲：有钱人入上帝国偌尔困难。骆驼穿过尖片，嘛比好业人入上帝国搁较简单。听到这个话的人问伊讲：若安尼，什么人会当得到救？耶稣应讲：人做袂到的，上帝拢会。彼得讲：阮已经放下阮所有的来缀你啦。耶稣甲因讲：我实在甲恁讲，人若为着上帝国放下厝体、某、兄弟、父母，还是囝儿，伫今世一定会得到搁较侪，伫来世得到永远的活命。默想，我着做啥物才会当得到永远的性命咧？类似问题，进前嘛捌有人问过耶稣。迄当时耶稣的回答甲这无啥相共，因为迄当时迄个人是要试探耶稣。这个犹太领袖煞是来请教耶稣的，所以耶稣看出两人动机是无共。耶稣对犹太领袖讲真侪答案，总讲一句就是针对耶稣。因为要对耶稣的人，就要放下家己，派起家己的十字架来针对耶稣。这毋但代表爱用性命来针对耶稣，而且是对伊到死。因为凡若为我丧失性命的，要得到性命。若是连性命都爱放弃啊，财产是搁算啥？那安尼是安怎耶稣爱先爱伊放弃财产咧？因为耶稣看出这个人上要伊的，就是财产。详细看耶稣大声讲的，毋通行奸淫，毋通杀人，毋通偷窃，毋通做假见证，拢毋免开钱就会当来遵守。友好家己的父母，因为对象是家己的至亲，嘛袂勉强。毋过若是爱伊用钱来实践听厝边即个诫命，整济无熟悉的创乡人，这都无共啊。实际上，耶稣是爱犹太领袖用钱行好事，积聚财宝伫天顶，甲财富投资伫天顶。毋过无明白即层意义的犹太领袖，掠准迄敢若是放弃财产。关系骆驼软过尖片的即个比喻，有人讲尖片是尖片门，迄是耶路撒冷暗时开放的边仔门，是真细。毋过毋管耶稣所讲的尖片是尖片门，还是长尖的空，骆驼拢软袂过，除非伊死去。搁迄时，耶稣当咧行向死亡。好业人咧军队耶稣真好克服的，都是财富，总是细汉囡仔，逐项都无。所以耶稣才会讲，凡若要接受上帝国的，若无亲像囡仔，绝对是袂得入去。咱三甲来祈祷，亲爱的天父，
若阮无像逐项无的细汉囡仔，就真歹去承受天国，因为阮真够互各种的代志牵绊，毋若是金钱、名声、自尊，甚至别人的期待，拢定定互阮看做真要紧。阮要用祈祷时时宣认你是阮的主，阮愿意来降服伫你的面前，专心倚靠你，跟对你的骹步，行就永远的路。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免。